啊，无咱后礼拜咧考试啊。好，知啊？下礼拜3。所以咱今仔应该爱把进度全部想了。好，但是努力看看啦，因为下礼拜你先看。好，下礼拜会做一个简单的小考。好，回电饭。然后应该你想了，今天上完之后回去把习作完成。不知道，就像刚说这样子啊，说好洗。好来，咱平安化解哈，因为咱复习考考的简单53。岩石跟矿物，来咱来为这太极组合，好。另外两个部分，也岩石，也矿物 ，rock mirror， 两个有什么差？啊 ，what difference between rock and the mirror？ 一个叫岩石，一个叫矿物。两个什么关系？两个什么关系？东西顶头啊。你若唔知吼，人啊安尼问吼，你傻不鸟问，不知道怎么回答，来，我教你一个回答。这个岩石跟矿物，它们两者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安尼样讲没有？政治人物拢爱讲话，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讲到。你没有讲实质内容，你就找不到它的差。好，听起来像个废话。来，但是我们上课不能讲废话。它们关系很简单，矿物组成岩石，岩石由矿物组成。啊，这是它们关系。所以哪一个成分比较复杂？岩石的。岩石成分比较复杂，矿物的成分相对简单，但是相对简单不代表它一定是纯物质，未必，但它有可能是纯物质，有可能是纯物质，纯物质还记得吧？啊，应该。单一分子，啊，单一分子叫纯物质。好，咱先来看这个岩石，咱先来看这个岩石。那岩石根据它的形成方式，把它分成3大类。你按讲的3大类基本岩石，3大类基本岩石。会记哦，根据什么？你要讲有分类哈，你要注意哦。我的根据是什么？你人怎么把它分类？有做几款分类方式，你要根据性别分成男女的，你也要根据年纪分成儿童、年轻人、他们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你每一种分类拢爱有根据。咱这种分类，咱今仔讲的分类，根据的就是啥？这段课安怎来的？怎么形成？它怎么变成今天这一块岩石？那根据这个来做分类，把它分成3大类。好，大家一起来看。第一类叫做沉积岩。来一块名知，它怎么来的？沉积岩。咱之前讲过嘛，迄个侵蚀搬运沉积嘛，所以上尾也是有沉积物，所以叫沉积岩，标题叫沉积物来啊。啊么沉积物，沉积物面大细粒的石头，
甲细沙什么，迄哪会变岩石？因为这些沉积物，它被埋了之后，受到压力，然后它会形成一种交界固化。嘿，它们叫交界固化。比如咱恁食的药啊吼，有药丸啊，嘛有药粉对无？啊，恁听做少食药粉啊？因为细汉的时候，小孩子不会吞，都是拿药粉搅一搅喝下去的，就要开来吃对不？哎，长大了，那个那么苦，你会吞的，你一定吃药丸嘛？对。不，你的药丸是安怎来？粉的。伊小人药粉去做的啊，伊是药粉用于机体内底爱机体用足大压力来甲拍落，把它变成药丸啊。所以它吃到你肚子里，它一样变成药粉啊。沉积也有这样，沉积也有这样。伊个药粉的颗粒，伊个沉积物的颗粒，里头它受到高温，受到压力，把原先的沉积物再重新变成岩石。比如讲，伊本来是粉啊，还是石头啊，一就把它那打磨呢，变成岩石。所以这类吼有一个特点，伊比其他的岩石，比其他岩石工料要讲了。来，根据沉积物的颗粒大小，一个有两种分类方式哦。第一种根据沉积物的分类大小，它可以分成什么？由大而小，闭眼，最大，来沙眼，上细，叶眼。都有几种分法啊，也较细分啊，又把沙眼分成沙眼跟粉沙眼。不过这里可能有别个所在看到，不过咱今日评估课本来讲，就是从大而小是叶眼、沙眼、闭眼。叶眼的这块石头里面，它的颗粒可以很明显看到。沙眼的呢，你还是可以看到颗粒啦。叶眼你摸起来是完全光滑的。你若讲这无印象，我讲用一种比较生活化的形容，这一个记起来。丽眼就是珍珠奶茶，对吧？内底有珍珠粉圆呐，有迄个加呐，再加上芋圆啊。加啥？蒟蒻啊啥？真草。迄颗粒很明显的，迄吞无好你计着。这沙眼啊，绿豆沙牛奶。你有没有感觉到绿豆沙牛奶的颗粒？有吗？但是很小嘛，喝不出来嘛。它不会还计着，不会有颗粒状。这叶眼你知道？纯粹红茶、绿茶，红茶、绿茶有没有颗粒？它一定有啊，不然它颜色哪里来？它跟白开水来讲，它一定溶解的颗粒在里面。不然你自己在喝的时候，它的颗粒已经小到你的触觉感觉不出来。这个跟叶眼相感，叶眼睛摸起来是白。其实这代表它颗粒小到一定程度，你的触觉摸不出来。所以咱想到讲叶眼，进你讲的不透水层的叶眼是谁？因为它颗粒小到那个水渗不过去。好，这个古文来哦，古文来讲的来，这是颗粒大小分类的，各种依照它怎么形成分类的，有人种，课本讲的有人种啊，其实单讲课本的啦，因为理科这种物件你若讲种类，
你如果真的去大学去读地科，去读岩石学、矿物学这种，那也太多种了啦。我们只是把比较常见的，好，来石灰岩，石灰岩啊，生物的遗骸，也不逃啦，分泌物啦，掺在里面，好，所以它会有生物遗骸的一些东西。最明显的成分就是碳酸钙。碳酸钙化学式当下，列CO3，对吧？我就快这是太。第二个概念咱地球拄啊开始的时阵咱的大气成分跟现在的还有大气的行星，跟什么讲金星和火星，那是它现在也要有大气的类地行星成分一样，几乎都是二氧化碳。不过你看咱即摆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足少啊，金星跟火星蛮小小小到安呢？有一个，应该说有两个很大的因素，其实归因于一个因素就是有生物产生。有生物产生，为什么会把二氧化碳弄掉？因为第一个你知道吗？是绿色植物型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二氧化碳厂家，二氧化碳厂家，它除了你说动物嘞，动物会呼吸啊，动物会呼吸其实是制造二氧化碳，不过动物也有功能。动物会把二氧化碳转到它的甲壳骨骼里面，变成碳酸钙成分。然后它死了就变石灰岩。它变石灰岩之后，就埋在地下。所以二氧化碳的去处有两个，一个是变成氧气，还在大气中；还有一个就是变成碳酸成分、碳酸钙成分，埋到地下。这是地球大气为什么现在二氧化碳跟原始大气比起来差这么少的原因。怎样？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怎么知道原始大气的成分？坐时光机回去测的。该请阿北画饼。咱个怎样咱个知影恐龙时代的氧气咱这氧气的比例偌济？5%嘛，1/4嘛。你知道恐龙时代氧气的比例可以高达1/330%几这难怪恐龙时代那个生物都这么大只，那个恐龙那么大只，你今天把那只恐龙用时光机带到现在来，它呼吸这个1/4的氧气，就告诉你，每只恐龙都有气喘病你要穿美国得气喘病，医生会来看他来看看被他口疗一下。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恐龙时代的氧气是成分是多少？一样吗？那时候有记录吗？你有看过《侏罗纪公园》吗？中部一集的。侏罗纪公园怎么取得恐龙 DNA 的？它从什么矿物里面？这种矿物很特别叫做琥珀。琥珀这种矿物是树的汁液，然后变成的岩石。既然是树的汁液，它会有什么特点？它树的汁液在流下来的时候，有的蚊虫可以有灰给包起来，一包就好像它就被封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水晶棺材里面。结果埋了几亿年之后，
如果这只蚊子当时吸过恐龙的血，那个血还新鲜的哦，完全封闭在里面。所以那一个电影里面，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个有没有做到我不知道，就是抽出来就取得恐龙的 DNA。可是科学家真正做到是什么？它既然会包住蚊子，它有没有可能包住当时的空气？有可能啊，琥珀里面会有气泡哦。这气泡封了几亿年之后，你去把里面抽出来，这是不是几亿年前的空气？你给它抽出来分析，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大气成分。第二章一只恐龙，氧气含量是1/3。这都是很珍贵的科学数据，都很不容易得到。你看，它要找多少琥珀才能找到一个气泡？然后每个气泡的生存年代是多少？你是不是要先测出来？你测出来之后，你去测量它，你才能依据说就是这个时代的空气。这种无数科学家耗尽心血的研究成果，单进碳的给他们讲。来，后来各五就，第二个咸水结晶出来的，它来源就是咸水那个盐氧。好，这个里沉积岩，来换第二类，叫做火成岩。来，想到一个火成岩，这个火是什么意思？这个火是什么意思？这火是岩浆的意思。你说岩浆怎么叫火？岩浆比较热还是？岩浆怎么来的？石头融化，石头融化，你点会把石头融化放嘛？你把它放到瓦斯炉上烤，你把石头拿到瓦斯炉上烤，你看含瓦附这岩石的融化，不可能啊！岩石融化几度你知道吗？2、3千度以上，2、3千度以上才能让岩石融化，所以。它绝对比火温度还要高啊！所以火成岩的艺术得说，它的前身是岩浆，岩浆冷却形成火成岩。而且火成岩我们更加冷却的地点，我们其实分成2种，这2种课本没有写，我做补充。一类叫做火山岩，一类叫做深层岩。你看，多取这个字跟这个字就变火成岩。来，火山岩，不要理它，它看名就知嘛，你火山来的嘛。深层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火山啊，废话。无火山什么意思？它根本没有喷发出来，它就埋在底下。埋在底下会不会冷却？有可能啊，它靠近地表啊，它靠近地表，温度降低，它就冷却，它不一定要喷发出来啊。所以这种叫深层岩，在深处没有喷发到地表形成的岩石，顾名思义在深层岩、火山岩。火山岩咱就要分成2类，它喷发出来之后，它喷发到地表之后，它有可能碰到哪2种情形？第一种就是碰到空气，第2种就碰到水。这简单，一种就是陆地火山，一个就是海底火山嘛。所以，如果是碰到水的海底火山这一类，我们就是以玄武岩为主。这是海海底火山。来，陆地火山以安山岩为主，这是陆。
深层眼以花岗岩为主。这三种岩石，来你有看课本，来你看课本有这三种。玄武岩、安山岩、花岗岩，来你看到什么无同？你看它的外表，看到有什么不同？咱得会一五一页啊。你可以分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哪些？对，赞。看出来吧？颜色深浅就不一样了嘛。谁深谁浅？玄武岩黑的嘛，花岗岩最浅。还有呢？还有一个哦，至少还有一个哦。无啦，对，用它水啦。你觉得哪一种漂亮？花岗岩漂亮，所以花岗岩我们常常来当建材。花岗岩为什么漂亮？它有花纹，有颗粒啊。这些花纹颗粒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开宗明义讲过啊，岩石是什么组成？矿物组成。花岗岩这些颗粒就是矿物结晶。它形成花岗岩颗粒，不同的矿物结晶有不同的颜色。不是想看花岗岩颗粒？南岩不是岩浆吗？都一样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同样的材料啊，为什么有的做出来有颗粒，有的做出来没有颗粒，这样乌漆嘛黑的？跟它遇到环境有关，简单来讲啊，跟它的冷却速率有关。谁的冷却速率最快？你拄着海嘛，拄着海水，整个急速冷却啊，哪一个冷却最慢？当然是没有喷发出来花岗岩。所以急速冷却的结果就造成你没时间，它没有时间去凝结成颗粒，因为颗粒那个矿物结晶凝结产生是要时间的。你急速冷却的情况之下，没有时间，就变成乌漆嘛黑的玄武岩。这安山岩对，颗粒最大的就是花岗岩。好，来第三种变质岩。来，变质岩顾名思义，可以那变质嘛，以前来变质无比冰箱派来。岩石变质是因为埋在地下深处，受到高温高压的影响，原本的矿物结构改变了，这叫变质岩。来，所以变质岩它一定有一个前身的岩石，它前身的岩石有可能是沉积岩、毛特林奇、火成岩，它当然也是变质岩再变质，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它前身是变质岩，它又受到一次高温高压，它又产生变质的现象，所以一定有前身的岩石。虽然课本介绍两种较点看点，来第一种前身是页岩，页岩是什么岩？底下的沉积岩，变质成什么？比较有共起来，变质成什么？板岩。板岩以上，你有去原住民的地区看过
石板屋无？啊无有看过有食过石板烤肉无？对，大块的。哎呀，咱后壁二里中央山脉上最变质岩的，说原住民就地取材起的石板屋拢总是啥物？会讲到石板屋的种厝边代志。原住民起石板屋吼，咱的建筑法规规定吼，你要起厝，你要设计厝起厝，你拢爱建造审核通过，爱建筑师签证对无？你像原住民起的石板屋，刚有迄个无嘛，所以原住民石板屋，逐间拢是啥物？违章建筑。问题是，好，我要合乎法律，来，我请一个建筑师来，你把它设计石板屋，建筑讲，歹势啊，我读4档的建筑系，唔捌学过石板屋安怎设计，我袂会。有建筑师执照的不会去设计石板屋，会建石板屋的人拿不到建筑师执照。这告诉我就什么事？法律不一定能适用所有地区。对不？这简单。原住民世代打猎为生哦。拍谁？你改工，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我要没收你的猎枪。这我吃饭的物件呢？可是依照法律，所以为什么很多区域都要特殊的法律？因地制宜，法律不是死的，它必须因地制宜，每当一体通用。好，石板就这样。来，第二种，石灰岩变质层，石灰岩嘛是这，你讲安怎带咱讲一下这变质的好啦，补充点。石灰岩变成大理岩，就大理石啦。来，你看涂骹有啊啦。我问你，就看你有观察无？你1年的时阵，伫个头下，一起那个三旗校舍的地板跟我们现在的地板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有这大大理石。对，你把这答案留好看来，那个差异，一起的都这么小颗，对不对？三期的都这么小颗，一期的。为什么？这问我知啊，因为三期是我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在我手上盖起来的呢。你当拿三期校舍还没盖起来的时候，那个地在干嘛？我跟你讲哦，那地在种菜、种菜、种水果，那个志工跟家长那边种。那本来就是一个菜园呢，还切成一块一块，大家去抽签呢，分出来。一到收人说，咱拢底下夹菜，个分水个小番茄，夹做健康中欢喜。想要去起校舍，起校舍就因为大家想爱读国昌啊啦。迄阵无3期校舍吼，一个年级只能10几班，最多13班，而且挤到10班，但是所有的什么教室那些特殊教室连那个4楼那边的图书馆上面的全部拿来当教室，你知道吗？才勉强一个年级13班，那是那一起盖的才能容纳19班。迄阵咧设计时，我甲建筑师讲，建筑师，我们要比照1期、2期，我们的地上要这种。建筑师跟我说，拍谁？现在没有这么大块的大理石。找不到了，开采的到现在10几档，1、2期，1期、2期是民国应该是84年动工啦，因为我国昌国中是民国85年开始招生，85年开始招生，那个是90几年，就隔了10年10几年了，所以这个很珍贵哦。因为看涂骹这大块大理石哦，很珍贵哦。你千万唔通用盐酸去甲涂哦，
怎样？这基本的化学常识哈。大理石利用阳生迄个乳产生什么反应？哎，碳酸钙加酸，不是酸都不行哦。哎，强酸都不行哦，变成什么？二氧化碳啊，氯化钙啊，加水嘛，这化学式都那样下嘛。哎，所以花莲盛产大理石，大理石也是变质岩，中央山脉的特产。你讲这个有没有？来，我举一个啦，这个补充的啦，课本没有。花岗岩会变成花岗片麻岩。你若看到这种片麻岩呢，吼，哎，这大概都是变质岩。想要这个片麻岩，花岗岩的结晶颗粒是不是？是，不是讲圆的啦，但它至少是一个立体的。可是片麻岩是什么？它就是这些结晶被挤压，变成那种扁扁一片一片都这样扁扁，所以它才会叫片麻岩。所以你想看有片麻岩，有片麻岩，也有花岗片麻岩。片麻岩就是其他岩石形成的，花岗片麻岩就是花岗岩形成的。按我们两块有片麻岩，这8成都是变质岩。上面要喝酒。没事。啊，你想着中秋烤肉？过得太久了。你知听过一个故事无？中国传统民间故事，3个傻女婿回岳父岳母家过中秋节，然后呢，岳父岳母哈，老爱那个那个古代文人都安尼嘛。来，我出个题目给你们，来，你们对答，什么东西圆又圆，什么东西缺半边，什么东西乱糟糟，什么东西都干净。这个大女婿哦，抬头一看，看到天上什么？月亮啊，马上对上来了。太阳。中秋月亮圆又圆，过了15缺半边，满天繁星乱糟糟，乌云一遮。真干净，吼！赞，岳父岳母讲，来，二女婿换你了。我这月亮我跟你讲一下，看豆饼，哪个讲哈？月饼啊，来，中秋月饼圆又圆，咬了一口缺半边，饼上芝麻乱糟糟，再咬一口真干净。再咬一口真干净。哦，赞！这个袂歹，三女婿讲，恁这吼，大个月亮月饼，拢互恁讲伊啊，还有啥呢？抬头前看，岳父岳母2个人服服态态的坐在上首，有了，岳父岳母圆又圆。来，死了一个缺半边。办起丧事乱糟糟，再死一个真干净。身材。我刚刚中国民间故事对三女婿都公平，我台湾用拢是上公的，拢是三女婿。来，咱无时间啦，袂当。好来，咱讲矿物，咱后回再讲迄个啦。台湾的地景，来给他矿物讲了。来，矿物我们先介绍3种，就是花岗岩的造岩矿物。这3种也是很重要的矿物：唐石、石英、云母。啊，咱鉴别矿物做几种？有物理性质，有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有外观的颜色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硬度。这我要介绍，你拢听过印度哈？不是一个国家，还有在印度一个国家，啊，
来，这个硬度哈，什么意思？那你说啊，硬度还用讲，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用顾名思义，顾名就坚硬的程度啊。呵，按那个样子啊，钻石的硬度是10流，铁的硬度哈很小，5、6而已。你另外3个钢盔啊，铁做的吼，你3条钻石下来，你给它焊落来，你觉得谁会破掉？你不用做实验，你把钻石给我，告诉你答案。钻石会碎掉。啊，你说碎掉好啊，碎掉1颗变好几颗啊。这样子啊，钻石愈大了是愈贵，无唔对，不过它不是等比例哦。你今天把1颗打成10颗，这10颗的钻石加起来，那个价格不到原先那1颗的1/10哦。嘿，它不是正向那个正比哦，它不是成正比哦，它只能说正向，而且越大颗那个价值是跑得越快。你说怪了，钻石硬度不是10吗？那老师骗我，所以老师要赔我钻石的钱。我没有这样讲啊，你不要把硬度当做坚硬的程度哈。我来跟你讲，你把顾名思义，我觉得这名词翻的实在很烂，它会让人家误以为坚硬的程度。我们跟你讲，不要翻翻在那边翻。来，实际它的意义是什么？表面抗磨损的程度。所以你要比较硬度，你别当它修拢，你要安怎互刮？所以为什么小刀割不下？不要说钻石啦，连玻璃的硬度都比铁大。所以你拿超级小刀，你根本画不出，那画半天那刀都那种微微啊，你看。玻璃有啊，一点点痕迹啦。所以切玻璃，我们为什么说拿钻石刀？我开一台钻石刀哇！我说哇，有钻石刀哦！我想着整只刀这样光彩夺目，给我看有钻石刀大失所望。啊，一支生生的啊，有垃圾，钻石在哪里？有啦，就最尖端的地方而已啊。我只要跟玻璃接触的地方是钻石就好，我以为整只是钻石的刀，那个钻石刀不是，切钻石的刀要钻石刀啦，好，不是整只钻石的刀。所以硬度，一样抗磨损呐，对磨，谁被磨得多，谁的硬度就比较小。所以钻石硬度是10，每一种模式硬度表有10种。好，这3种，咱来看它的特性，咱膝盖的管没有，长齿是地表最多的，可是它因为风化成黏土矿物，所以它已经是不太常见，不然它是地表最多的。石英这种东西哈，它是做玻璃的材料，咱看的石英表，咱想到这手机啊，你拢用石英表。我小时候没有石英表，都是要转发条的。石英表为什么石英可以做表？因为石英这种矿物有一种特性，当它在两边加电压的时候，它会发生一种规律的震荡。这种规律的震荡就可以拿来计算时间。所以老人来讲，我的石英表不用接电池，很小的，完全石英表一定要电池，因为有电压它才会震荡。好，纯粹的石英。完全纯粹，没到完全纯粹啦。你如果是完全纯粹，那个叫水晶，而且是白水晶。可是有一些杂质在里面，你就会出现黄水晶、紫水晶各种，但是至少它没有其他矿物成分，也没有其他杂在一起，就整块都是纯粹的石英。这个水晶都不一样啊，紫水晶被认为是招财的东西，它已经是宝石了。云母成片状。经常被我们作为绝缘材料，要画烤面包也用云母，那个它在做一个绝缘的材料，还有黑云母跟白云母的分别，这个常见的矿物。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宝石了，宝石我们刚刚讲过，来一块157页，金刚石、刚玉是不一样的哦，刚玉就是我们所谓的蓝宝石、红宝石。
不过你钻石是真正金刚石钻石是没有颜色的，啊，没有颜色，它不会有杂质在里面。有颜色就是有杂质。哦，啊，水晶这拿到讲回啊，玉，哦，好，这个是咱的矿物的成分。啊，咱讲回啊，你等于你会上，咱另外春节所在，我就咱今仔遐讲袂了。台湾的分布里面，哪些地方是什么颜色？这个我们下礼拜最后一节课讲，你也可以先看。好，我给你们那个都有的，好，心智图都有的，你可以先看，然后你们那一个习作先把它完成，然后我们下礼拜会一个笔试考，然后对答案做总复习。好，好，咱们下课。